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高早。感谢主，互咱伫这个所在会当来敬拜伊。伫咱要敬拜之前，咱有早祷的时间，请咱大家安静，陪伴咱的心，互咱的心会当得到主的保守，专心专意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 是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将今仔日的早祷会的时间仰望着你的手，愿你圣神扶持阮、保守阮、教示阮，互阮知影要安怎祈祷。愿你祈祷的灵充满伫遮，愿你的平安充满伫这个所在。愿你甲每一个人三角伫地，也甲伫这个风雨中。 失去平安的人，三角伫地。主，阮将阮今仔日祈祷的时间、敬拜时间交托伫你的手。阮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唱一首诗歌，圣神充满我。 我在你现在的家，相信我还给你，你懂在救我的家。相信我感谢你，我在你现在。 相信我感谢你，你懂在救我的家。你懂得我在我中，除了万变，也要相信对你靠拢，请爱相信的期盼，求我。 主要你的名，充满我相信，充满我相信，充满我相信，他来救我的心，相信来充满我，充满我相信，充满我相信。 充满我相信，他来救我的心。充满我相信，充满我相信，你敢救我的命。咱的姊妹，咱有一个确信，就是咱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听伫咱的生命内面。 咱只是用这个诗篇36篇第7到第10节，咱来共读上帝的话。来，咱做伙来。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比伫你是国的得应的，因为你的慈的好美得到巴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 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咱华语内面翻做讲，他常常施慈爱给认识他的人。上帝捌咱每一个人。 伊知影咱的需要，所以我要请咱大家伫这个时阵，咱做一个认罪，嘛为咱家己会断了祈祷。为什么要认罪？因为咱每一日的生活内面，常常可能是讲着话去得失人，也是讲咱做唔到代志，互别人艰苦，但是咱唔知影，咱是一个软弱的人，咱是一个需要上帝的人，所以咱
伫咱的内面有足侪上帝无爱，比如骄傲、固执、无顺服、无了解，所以咱要为咱家己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助咱，也帮助咱有一个喜乐的心、平安的灵，为咱家己来祈祷。咱为这三项来替咱家己祈祷，咱用较长的时间为家己祈祷。上帝，我要来到你面前，献上祈祷。主啊，求你激起我的生命，留了我的生命。主啊，帮助我，我是有能力的，我的内面，主啊，我得平安，求你来消灭我的罪，我的罪，消灭我的罪。你到时阵，你平安来享受我，你享受我，主感谢你，我的是阮祝福，我的生命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圣神充满伫我的内面，主啊，圣神充满伫外面，是哈利路亚，主啊，我要将阮家己仰望你的手，交托你的手，主赦免阮的罪，主你知影阮是一个软弱的人，阮常常犯罪，阮毋知影，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稳捌的罪得到彰显，互阮知影阮什么时阵得失人。互阮有敏锐的心，会当知影甲人会当好好相处。主，你是疼的源头，你爱阮甲人有好的连结。主啊，愿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真正用主耶稣你的心来对待别人，甲厝内面的人，甲阮身躯的人，甲阮的厝边，甲每一个甲阮接触的人有好的连结。主，愿你也赐福阮，互阮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主啊，阮常常因为无信靠你，失到平安，失到喜乐。主啊，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就来赏赐予阮。因为你是平安的主，你是喜乐的主，你要将你完全的平安甲喜乐赏赐予每一个人。主啊，尤其阮常常无谦卑，恳求你赏赐谦卑的心予阮，互阮谦卑来对你的脚步，谦卑伫阮的世间来徛立。主啊，愿你也赐予阮，互阮有健康的身体，伫阮的每一日的生活中有压力、有困难、有挑战，阮愿意将阮的压力、困难、挑战交托你的手，愿主你保守阮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壮的灵命来对主你的脚步来行。主啊，愿你听阮每一人的祈祷，愿你赐福在座的兄弟姊妹。也甲遐袂当来到遮聚会兄弟姊妹，恳求你将阮的祈祷成做一个祝福，愿咱的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煞接咱要为着咱家己的厝内面的人，啊，佮为着咱的家庭来献上祈祷，为咱家己为的家庭祈祷非常重要。主耶稣以赐了祈祷的权柄，就是来爱咱常常祈祷，凡事祈祷。所接咱要为着咱的家庭的平安和谐，为着咱厝内面的健康经济来祈祷，啊，为着咱全家归主，成做蒙福的家庭来祈祷。伫第四段，咱为着老爸来祝福。今仔是父亲节的主日，所以咱今仔日特别要为着咱在座的老爸，也是无来遮聚会老爸，做伙来为因祝福。头前这三段为着咱的家庭，第四段咱要做伙来祈祷。好，咱做伙开嘴，是主耶稣，愿你祝福阮每一个家庭，互阮每一个家庭会当享受主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为阮设立家庭，互阮每一个家庭因为主的同在，平安伫阮的内面，主互阮的厝内面的人健康的身体，主喜乐的灵。内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阮全家归主，一个稳定相处的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和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拢成做一个蒙福的家庭。哈利路亚！主祝福阮，主祝福阮，祝福阮的家庭，使阮的家庭成做一个主的家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阮家庭的主，阮感谢你；你是阮每一个老爸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咱要来做伙来为老爸来祝福，咱做伙举手起来为着咱的家庭甲老爸来祈祷。下面有3段的祈祷文，咱做伙来为咱的老爸祈祷。
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恳求主耶稣的保护也含伫阮富强教会甲所有家庭中，无用阮撒旦伫阮的家庭有任何迫害甲攻击的机会。甲伫阮每一人的家庭去做保护的城墙，这派天使保护阮，看顾阮，免你受到任何的灾害。大声宣告，求圣神光照每一个家庭，军队下步无偏离。恳求你将全家归主，属天的喜乐、合一、三听、健康、信心、盼望、平安、丰盛的恩典，赐落伫每一个家庭。特别祝福每一个家庭的老爸，纪念因的劳苦，赐福因信心坚定，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成做家庭的调酒，信仰的带领者，建立主所欢喜、丰盛美好的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相信，充满我相信，还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相信，求主充满咱每一个人，互咱的生命愈开来。大叫咱要来为着教会中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为着体病痛，特别伫癌症治疗有。教会中有一兄弟姊妹，你若知影，就提名来为因祈祷。伫苦难哀伤的家庭中，信心失落，经济困难，特别咧找工课的兄弟姊妹，咱为遮来祈祷。愿上帝使来祝福咱的祈祷，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将体病痛的兄弟姊妹，放伫你的内面。主啊，特别为着遐癌症治疗兄弟姊妹，愿求你怜悯，完全的怜悯伫因的内面。主啊，病痛内面常常是着平安，常常是着永恒。主啊，愿你上你的永恒平安，就来修持互因，保持主要所愿你保守因，特别伫经济困难，是找求工课，主愿你信心，主了机会伫内面，或者兄弟姊妹会当坚固起来，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祝福主因命。所以咱要来为着最近山区的大雨造成的灾害祈祷。咱伫台南有风甲雨尔，但是伫南投也是有一个山区，咱若看到新闻知影有真大的灾害，甚至路拢断去。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平安来礼拜，实在是上帝恩典。伫山区真侪教会已经无法度做礼拜，甚至无法度出入，甚至可能会无食米，生活会足侪困难。伫交通顶面，搁较侪困难。所以咱要为着山区即个大水造成的灾害开声祈祷，也为着咱台湾的平安、国际地位的平安来献上祈祷。为着咱台南登革热疫情早日控制，献上祈祷。请咱开嘴为这3项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平安的主。主啊，我们将即个山区大水灾这个事献上祈祷。主啊，你知影这百姓伫苦难中，因需要主你的引带，需要主的保守。主你差派天使伫逐个所在，互遐需要的人得到帮助。哦，主啊，主啊，愿你赐阮赐福伫每一个灾区内面，互因早日会当得到平安，得到帮助。主啊，我们将台湾的平安、台湾的国际地位，仰望伫你的灵的手，愿主时常保守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伫平安内面徛立，保守阮在位的领袖，知影安那带领阮的国家。主，阮嘛特别台湾、台南的登革热疫情早日控制，献上祈祷。求主，阮搁较谦卑来看待阮所徛起的土地，互阮的土地恢复健康，恢复平安。主啊，将这个登革热的疫情，搁一摆仰望，将山区的灾难交托你的手，将台湾的平安仰望伫你的手中，祈祷感恩。
主的所有名来求，阿免。所以咱要为咱的三位牧者，为咱的教会来祈祷，为咱的三位牧者，咱的长职牧区的区长、小组长、团契的首长，求主赐了谦卑合一的服侍伫内面。谦卑合一对咱的教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爱求主赐了谦卑合一的服侍伫咱的内面。求主扩展因的境界，互因会当同心服侍咱的上帝，服侍咱的教会，彼此顺服，彼此尊荣，成做一个彼此尊重、互主欢喜的团队。咱做伙来祈祷。今仔日的礼拜献上祈祷，咱要为着咱的夏牧师今仔日的讲道来祈祷，求主圣神大大甲伊三角地地，互伊随所讲的实在是对咱来阁有新的启示，甲新的帮助。为着咱兄弟姊妹有敬虔的心来祈祷，特别为你空的座位来祈祷。兄弟姊妹因有每一人的缘故，袂当来到遮做礼拜。但是咱为着因祈祷，求主感动因的心，也为你边的人来祈祷，求主的灵甲因三角地地，也为咱每一个团队来献上祈祷，不管伊徛伫倒一个角落，拢会当为主做水的工课。特别主日学今仔日有献诗，父亲节献诗，愿主嘛保守囡仔，讲有一个勇敢的心。来服侍今仔日的献诗，咱做伙开嘴来为这段来祈祷。是主耶稣，愿要将阮今仔日有事讲道专心全意仰望伫你的手，愿你赐福阮的牧师带领伊，主的恩赐，我是愿兄弟姊妹，互你的圣神来充满，愿安静心来领受主你的教导。是主耶稣，感谢你，甲阮三角地地。祈祷过我坐宝座，祈祷过我坐宝座，除了冠冕，献上圣心为你感动，亲爱圣心高祭拜，触摸我心，我需要你的触摸我，请咱起立，做伙起立。叫咱大家起立，做伙来敬拜，求主的圣神直接充满咱每一个人，充满咱每一个人的心，充满我，充满我圣心，充满我圣心，为将充满我的心，充满我圣心，充满我圣心。姊妹，咱煞只大声来学罗咱的主，因为是堪得学罗的主。阿门。用咱的手，用咱的嘴来学罗主，大声来学罗咱的主。大声来把我学罗我的主耶稣，专用你的笔端爱情像英雄。大声来把我学罗我的主。大声
消息，予人拢知，传承你名，我给你国度荣耀，哈利哈利哈利，最后来喊我，我想来欢呼，阿勒我的主耶稣，宣扬你的比我行的新救赎，我想来欢呼，阿勒我主耶稣，尊贵全能的主，那你当行，让你比海高，传好消息，予人拢知，称颂你名，我给你国度荣耀，哈利哈利哈利路亚，我想来欢呼，阿勒我的主耶稣，宣扬你的比我行的新救赎，我想来欢呼，阿勒我的主耶稣，尊贵全能的主，哪里当行，哪里比海高，传好消息，予人拢知，传颂你名，我给你国度荣耀，哈利哈利哈利路亚，我想来欢呼，阿勒我的主耶稣，宣扬你的比我行的新救赎，我想来欢呼，阿勒我主耶稣，尊贵全能的主，尊贵全能的主，尊贵全能的主。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予咱的主。咱来日日靠主来得胜，因为主是咱的帮站。咱宣告伊是王，伊是咱的主，伊是咱得胜的主。咱做伙来唱一条诗歌，靠主耶稣来得胜。主会听我的宣告，我愿有的改变。主会听我的宣告，你是王。主会听我的宣告，无甲定论罪恶着，是你引带我得胜。主会听我的宣告，我愿有被改变。主会听我的宣告，你是王。主会听我的宣告，无甲定论罪恶着，是你。
吟圣诗248首。求呢，主上帝，感谢你赏赐这个福分，伫这个炎热的热天，阁有风台经过，祝你保守阮大家有你赏赐的平安，特别通伫主日自入敬拜，这是阮上大的福分。主啊，赏赐阮谦卑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像阮知伫这个大自然变化的中间，阮人实在是真软正、真脆弱，所以有主你的怜悯甲瓦靠，是阮上大的帮助。所以你是全能的君王，我要永远尊重。主你是至权至大、恩惠满满。主啊，愿今仔日的敬拜，通过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同工，阮伫你面前的服侍，愿正向日子为同心的敬拜。主你应允，主你感纳。阮伫你面前所有的服侍，愿荣耀归伫你。也今仔日通过爸爸节的这个感恩，愿求你来保守。愿主日落所要吟的诗歌对爸爸的这个敬爱以及感恩，也互阮做伙领受这个祝福。每一个爸爸领受你的恩典。主啊，这个敬拜是属于你，愿圣神甲阮同在。愿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议会。你的嘴若讲正直，毋通心善歹闹，
将来一定有五忙。我的囝着听着智慧，着听叹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唔通买。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这是按照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甲引带，还今日会当平安来到你的圣殿来做礼拜。感谢主，伫7月份，主日学天母台牧区的服侍甲活动，拢无受到风台严重的影响，顺利来进行。我为这来感谢主。啊，毋过即时，做者山区。因为风台，真侪人的徛家受到严重的破坏，嘛求主来保守因的中庭的工程，会当一切顺利。而过去的一礼拜，阮每一个人的工课生活，拢有主你的同在我看过，总是有拄到无顺利的时阵，我嘛犹原会当保持喜乐平安的心来面对无共的挑战。而即摆这个世代。阮有时会拄着真侪试炼、世俗的价值观、人的观点，会反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来跋倒。阮的软弱，对于无法度带人的入来主，阮会来找理由。阮的惊吓，对于教会服侍时间的付出，阮无信心。阮的骄傲，会无小心用人的观点来看主你的旨意。万年的提拔。阮逐工合适，将阮的意念、计划、头前的道路，完全交托予你。恳求你会当成做阮生命唯一的救主，伫阮每一天来掌管阮的生命。阮愿意为着你牺牲奉献。阮恳求你带入阮内面，也帮助阮会当带入你的内面。阮逐工所做、所讲的，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今仔日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阮感谢俄勒天顶的爸，因你的同在、你的疼、你的怜悯、你的拯救，阮会当真做你的子民。阮献上俄勒，阮荣耀归于你。我嘛为着教会做老爸的会友来祈祷，愿主赐予疼囡仔的心，予每一个老爸，毋单是供应囡仔生活的需要。都会当以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来帮助因的囝儿，使我做内爸会当帮助因用主你的话语，以信任的引带建造家庭，带领某囝领受主你的救恩，遵守你的教示。求主嘛赐福，予每一个父亲身体健康，老爸疼的会当得到医治，内心哀伤有捆绑的。会当得到讨白，互伊会当运用助你享受的恩赐，加做家庭甲教会的祝福。感谢你甲阮弟弟，也感谢你看顾阮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你的话语会当真做阮永远的帮助。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做伙强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128篇第3节甲第5节。这是由我来读。
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亲像橄榄栽。敬畏上主的人一直遮尔幸福。愿上主对西安赐福予你，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欢迎。地位圣经在记载于箴言第23章22到26节。着听等是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家己看轻。着要真理，毋通骂，嘛着要智慧、教示、甲明理。正直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是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或是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接续献诗，即礼拜献诗由阮的主理二带来献诗，是国语的诗歌《最棒的爸爸》。献诗煞会由牧师来进道，今日进道的题目是问候老爸智慧囝儿。
祝福所有的爸爸。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多谢这些小朋友用乐器用歌声、用动作来表示对每一个爸爸的祝福吼。咱今仔日是爸爸节吼，我想起来吼，咱的教会是拢第2礼拜、第2主日在举行这个周年庆吼，有2、3档吼，咱的。第1主日还未到爸爸节，还未到已经过啊！所以咱比如讲有2、3礼拜、2、3摆，咱无庆祝爸爸节。当然有伫迄个周年庆的中间顺续做伙祝福啦吼。所以今仔真欢喜有今仔日爸爸节的感恩礼拜、后礼拜咱来庆祝咱教会47周年吼。咱要开始分享主的话进前，咱甲隔壁吼。你看到祝成爸爸，就甲祝福一下，祝你爸爸节快乐啊！祝成爸爸吼，不一定是爸爸哦吼。感谢主，上帝恩典啦吼。咱这对咱台湾的教会来讲，母亲节甲爸爸节拢是咱教会来推动的。但是咱知影。伫美国吼，美国毋是8月初8啦吼，美国的即个爸爸节是6月的第2主日安尼吼。总是借着即个主题咱三角来思考圣经美好的教示非常的有意义吼。咱要三角分享进前，咱大家来祈祷。听阮主上帝恩典伫阮中间，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做爸爸的，伫即个特别的主日。阮毋只干那是带来祝福、祈祷上帝恩典赐福因，阮阁爱思考，伫即个台湾的社会，阮诚做一个基督徒，阮做一个基督徒的爸爸，要安怎对圣经领受到迄个独一无二、上水、美好的信仰的教导，互阮的家庭，因为爸爸美好的领导，诚做一个上帝所祝福。恩典的家，这是阮对圣经所得到的学习。愿主你圣神亲自来感动阮每一位，阮所学习的领受这款的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读两大经节，咱拢真有印象吼。这个经节拢在描述一个美好的家庭甲亲子教育的迄个影像啦吼。头一段咱因为常常伫咱的启应文吼，今仔日咱读的第2段经文嘛伫启应文内底，表示咧讲，伫圣经的内面，除了对上帝敬畏，真侪的教示以外，上重要的就是家庭，就是尊敬、友好是大人，即款的教导规本的圣经拢一直在重复。所以圣经第1段经文诗篇128篇30到50，所在描述的就是一个美好、完美、水的家庭的一个影像。第3节是咧描述讲，这个家庭的内底讲囝儿围雷列倒，亲像迦拿寨，亲像迦拿寨，伫迄种真水的环境的中间，伊在提醒讲，敬畏上主的人是遐尼幸福。这款敬畏上主的家庭，亲像迦拿寨围雷，亲像一个xuất水的家庭的交陪聚会。伊讲愿上帝对锡安赐福互你，一生看见耶路撒冷的繁荣。第2段经文，咱今日拄伫即个启应文内底嘛有读过一届。咱要通过这经文，搁一遍来学习。咱直接来看这个学习的中间有几项的宝贵的提醒吼。圣经中的教导甲智慧，头一个是
拄则诗篇128篇第4节，伊讲敬畏上主的人，敬畏是对上帝一种全然的投入。伊讲即款人要蒙福。台语的圣经是讲，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对安尼得到福气。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对安尼得到福气。第二段经文的提醒讲，箴言23章的24节，讲义人的老爸理当快乐，有明智的囝会通大大得到幸福，也是讲欣慰安尼。白话字台语圣经讲，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人生着智慧的囝，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伊大欢喜。那对这个经文内底，咧带来着一个信主的家庭，伊迄个美好的影像，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教养，讲爱听叹生养的老爸，敬重年老的母亲，互父母快乐，互老母欢喜。这是这个水的家庭上帝所祝福家庭的第一项，听叹生养的父亲，敬重年老的老母。伊种生养这两字，这是翻译过来中文，但是嘛真有意思。生甲养无一定共人但是伊表示讲生你的甲养饲你的，这拢是一个美好美好的这个需要敬畏的人这是上帝所予咱的提醒。第二，伊讲叫咱少年人就要长者来学习，对时代来学习，以因的人生的道路做模样，以人生的道路来做模样。兄弟姊妹，这话听起来咱拢感觉足习惯但是你知影，即马新的时代，咱咧讲新的时代的少年人。咱若注意观察这个社会，注意看这个新闻的报道，少年人无一定爱甲老人学伊会感觉讲你这种退时代我要学的是对这个网络来对短片来安尼所以要倒转去到原来迄个美好的传统，毋是遐尼简单的事，而且讲爱用因的人生的道路做模样啦这是。比作智慧的事，毋是干那单纯知识的领受。这段经文内底佫一个真重要的一句话，讲重视真理甲智慧，重视真理甲智慧。这上都是看袂到的、无形的，毋过对犹太人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你看，伊安尼描述得遐尼安尼定真讲真理、智慧、学问、见识。拢值你去买，千万唔通卖啦！讲这个真理智慧这款物件安尼是无价的对。所以咱人看见讲犹太人的社会照着圣经所描述迄个美好的形象，对伫因对摩西领受着10条诫，领受着这律法诫命，一直到因亡国，一直到因漂流世界逐角位。像那犹原会当互即阵犹太人占世界的人口，毋是介多的一阵人，比较讲伫世界安尼茫茫人海中间，迄特别的突出就对。有人咧描述讲犹太人因去验因的即个智商 IQ 嘛无比一般的人较悬，甚至嘛无一定咱台湾人的悬，但是伊的关键伫遮。关键是讲安怎看见迄个祝福这是咱今仔日所要伫遮学习的。有时咱咧想啦咱咧想讲，一般咱老爸教囝大概有三个范畴啦，3个种类就对啦这是一个趣味的描述。爸囝发展的3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叫做什么？歹得出好笋歹得出好笋，意思是讲。囝儿的发展甲成就超过父母的期待甲能力，咱都在做什么工作初当的，也无什么特别的知识，毋过囝儿都遮优秀考到安尼真好的学校，将来发展真大顶日就一篇报道咧报道讲，现在即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台大医学院的院长。
讲囡仔时代是对父母去咧做事的安尼父母无想讲，即个囡仔哪会遐敖安尼，后来读册而且考到即个医学院所以爸囝可能迄个时代环境嘛无共啦所以看到囝儿有即款的成就，心内真安慰。第二种是安那呢？虎父无犬子虎父无犬子这是中文的，就是爸囝拢共出色就对啦爸囝2代3代拢遐尔优秀安尼。上困难的是倒一种呢？讲生到了尾仔囝生到了尾仔囝下一代会成长，互爸母失望啦甚至诚做放荡子，诚做放荡囝这是咱一般咱经历这个社会，大概就是这3种类型。不过咱知影讲，这款的控制，这款会对你家己的要求，无一定会发生这样。你期待都毋是安尼但是伊到尾结果是安尼所以咱只干会当讲，伫咱人生的经历的中间，咱照咱所领受照起工来教导。伫各层面，互囝儿的成长，亲像照圣经的指导。若过来会发展，咱就交予上帝安尼你才袂患得患失。有的父母家己成就真好，就对囝儿一直要求千般万般的要求到一个哇，愈要求愈惨，无要求无代志，要求愈惨。这是咱若讲原生家庭成长的一种人的人格甲心理真奥妙就对啦。毋是照我一步一步行，亲像我捏一个灰捏一个物件，捏就照迄形出来。通常拢甲你的期待无共款，因为伊的身躯内底藏着上帝予伊的密码，你无照迄个密码行，所以你要叫伊当，伊定都对使去。这是大学问啦，毋是短一段话讲会了。咱就是讲，安尼回归来倒来圣经，圣经的教导甲即个叫做塔木德的智慧啦。先来讲到塔木德，咱就看到讲最近一个咱台湾真轰动的新闻啦就是咱即个台南的查某囝叫做苏之峰施之峰哇，2礼拜前倒来像来旋风扫一扫咱台南囡仔最近足穿的就对啦。进前先有一位讲有那共亲情的迄个NVIDIA 的即个执行长嘛转来，拢比咱台南出身的。但是咱嘛袂当家己讲安尼足骄傲，讲咱台南人外交。即2个拢台南囡仔无毋对，但是共款是去美国受栽培的，毋是咱台湾栽培的啦。所以咱俄罗帮俄罗，咱嘛茫想讲，阮拢上高安尼毋过这个话题拄伫咱最近发生所以咱感觉讲，通过这个台南查某囝苏之峰伊的故事，会当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因为这是新闻人物嘛，因为这个苏之峰，咱较少年人拢知影伊是世界出名的这个超微半导体的公司的执行长呢，佫是女的执行长。咱知影讲，伫这个科技界女的做 CEO 的是足少咱台湾人就无简单佫女性安尼所以诚做一个足重要的议题。佫较无简单的是，这个 AMD 这个超微半导体公司伫还未接任进前差点就倒啊咧意思讲哇，差不多要互人甲接收去无拍算这个苏之峰来接任了毋若是后来马上迄个股票股票起价，因所做的事业愈大超过 Intel， 哇，迄实在是互人感觉足惊奇所以伊转来咱台湾，当然大家足稀罕啦足稀罕这个故事咱真侪人拢对新闻看会到。其中一个足趣味的消息就是讲大家新闻拢会去访问啦这个苏之峰遐无闲，而且要接遐个厂商嘛所以访问因老爸啦叫做苏春葵伊表示讲。伊2岁的时阵，因全家移民去到纽约
到纽约。即个老爸哇，真无简单，伊去到美国吼，伊通考到美国纽约迄边的市政府内底的一个工课，专门咧做统计的工课。伊伫迄个环境内面吼，安尼一个慢慢啊熟悉，啊发现讲哇，伊行一条。伊讲是伫伊所接触的人中间哦，有一种人特别优秀，讲即款人叫做犹太人。咱知纽约迄个金融的中心嘛吼，犹太人控制规个美国的金融，老早就是毋是新闻啊，就对啦吼。当伊伫新鲜的中间，伊进一步甲遮个犹太人交朋友，因讲因遮个犹太人对细汉。除了圣经以外，因就是要求遮个囡仔都爱读即个因的经典，叫做塔木德啦。塔木德，这是因原文翻过来吼，得到真侪好的教养吼。这是即个苏姿丰伊倒来台湾颁着即个名誉博士的时阵，伊的爸爸代表献花互伊安尼吼。这个是即个苏姿丰女士安尼。所以大家突然间对这塔木德怎？目睭金起来，讲到底这是甚物物件？因为这个物件毋是咱台湾的米嘛。事实塔木德的介绍吼，伫咱现在台湾的这个册店真多啦。只是讲大家人无甲伊看做迄个重要性。这个描述讲这个塔木德的这本经典所教育出来吼，全世界对100多年来已经出211位的犹太系统的诺贝尔奖得主。你若想讲211个差别，迄个占偌济呢？全世界对1901年到前年吼，拢总有出943个诺贝尔奖得主，各种类的就对啦，科学啦、文学啦，各方面。犹太人211个占偌济？占22.4，占22.4。22.4就是差不多即个1/5嘛。5/5较低那照这人数来看吼，全世界1530万的犹太人，就是登记有案的就对啦，是占这个全世界人口甲0.19%，但是优秀的人才，而且是特别突的就对啦。那牛的人足多伊佫特别牛佫牛安尼，所以这个名拢是咱大家耳熟能详的吼，像美国这个。标准石油的创办人洛克菲勒啦、韦加、毕卡索、发明家爱迪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个出名的作家卡夫卡安尼。所以大家人会好奇嘛。但是，敢若看到这个塔木德读安尼就有效吗？就让训练出一个优秀的囝吗？迄嘛不见得啊。这个册也无啥物秘密啦。重要的是。信仰，重要的是安怎这个物件透过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得到福气，迄个结连啦，迄个精神，迄个态度，这就是今仔日咱对这两段经文所学习到的。当然，因为若讲搭的这个顺风车，这个塔木德在教育这个苏姿丰迄款的成果，互人感觉非常印象的深啦吼。塔木德呢，这是对希伯来文所翻出来，就塔木德。塔木德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学习啦，学习上帝智慧、上帝律法。陀拉就是迄个律法伊叫做陀拉。这个物件对犹太人来讲是生活上非常接近的事，因为逐工啦。咱台湾人也是讲华人嘛，无欠这款物件吼。我记囡仔时代，咱若较老辈兄姐，你会教囡仔讲读迄个三字经，对毋对？念珠歌，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安尼念甲安尼水，安尼甲学落一个。到底意思啥物毋知。所以大家民族拢有迄款的训练其实这塔木德，我几年前倒来咱台南的时候，讲咱的厝边有一间塔木德饭店你捌看到吼？伫咱
咱足侪兄弟住伫遐吼，住伫附近啊。对，这个佫是连锁饭店的吼，塔木德。我就足好奇，因为我无去了解到底这个头家到底甲塔木德有啥物关系啦。总是这塔木德这个，互咱印象真深吼，印象真深安尼。事实伫这个咱台湾的册店吼，你若要查塔木德，你网络来甲查咧吼，塔木德的物件有够多啦吼。一本一本人一直翻出来。我想遐知识上绝对无问题，大家人领受真水。犹太人安怎教囝吼，这拢有资料通好参考吼。因为非常的资料非常的丰富，所以因有整理做较迄个简单的本，để互囡仔读，吼，互囡仔来读这个塔木德安尼。这塔木德事实就是对圣经的传统所领受到犹太人的知识，吼，这是仅次于圣经就对啦吼。若要做是足多哦，全本册有40卷吼，250万字吼，经过1000年啦。主前5世纪到主后5世纪，这段时间差不多就是这个犹太人因亡国流亡，亡国因想讲到底咱对上帝的观念要用什么？除了五经、圣经律法以外，咱是不是爱甲咱的祖先所留落遐美好的教导，甲整理起来？整理起来，咱漂流世界各国，咱就爱照安尼，互咱的子孙来学习，伫迄个会堂来学习安尼吼。所以是由2000多个拉比吼，就是这老师啦，经学教师这智慧者将犹太民族一款的特殊文化智慧观点来编辑起来。编辑起来了后呢，佫无够啊，就是爱用来伫这个教导细囝的使用所以这个内容大概分6大类啦吼，农事、祭日、妇女、损害神圣、甲洁净无洁净的事安尼。若是安尼讲，就是讲这个托拉，就是咱圣经来讲的律法，上帝律法，是基因的意思，是引传的意思，是上帝互以色列百姓一套真诚的生活的智慧的指南。咱能看见几十卷经节咧提起这个事吼。这个圣经节真清楚咧讲，像咱看见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讲，你着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每日也着想，也读也想，互你遵行这本册所记一切话，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事事行通。律法的册，上帝的教示通过圣经的原点，然后整理做足多的迄个生活的教科书就对啦。咱若看见19篇诗篇19篇第4节讲，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规律。伊的律法会当互人得到新的规律。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来得到智慧。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伊毋是甲当做一个标榜尔，是真正入来伫因的生命中间。咱讲看诗篇第1篇20节到30节，伊讲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每日也读也想伊的律法。这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果子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一切拢行咱诗篇第1篇内面真出名的大经文讲，每日少念主的律法这款人真有福气。所以咱要注意甲看，这所有的话中间，会当用一句箴言的册来甲描述出来，就是讲。箴言22章的第6節講：教養兒童，互伊行同行的路，就是教導伊也無偏離。這是中文的聖經。台語佫我講簡單，伊講教導囡仔行合宜的路，伊到老攏袂歪錯。所以是大人做父母的，你講。放偌侪知識互伊，放偌侪遐所有的物件互伊，毋達着講互伊行應該行的路，迄條路若行了對，就到老袂歪錯。有人甲解釋這段話啦，講着行的路是啥物事？毋是講我感覺就愛安尼行是照這個囡仔的性情，
才有即个囡仔的自力，伊的能力，伊的性格，互伊行即条路，根据伊的路啦，毋是根据咱的路。所以若有人甲伊整理讲，即10经赞吼，伊意思是安尼，就是讲教养儿童，根据伊天然的个性、兴趣、喜爱来发展伊的道路。这就是变做犹太人因真重要的迄个教育观要认成。用几项来分享吼。22章第6节，这段经节是咧展现出犹太人的教育观的基本精神是啥物？犹太的教育方法毋是一套啦，几套甲藏落去。你着安尼，即个巧的也着爱安尼，戆的也着爱安尼。即个安尼，足够变巧的人着爱安尼，迄个会学。所以现在台湾有人讲真侪人才埋没去，就是你照我规矩，我标准答案抄转去，考高分安尼就是。但是外国人毋是安尼想。这个苏之峰吼，因老爸讲的迄句话，可能互人感觉心酸酸。伊讲，我的查某囝真巧无毋对，若伫台湾吼，结果是考第1名吼，考试考足好，若考较后的是做医生安尼，绝对无可能亲像今仔日，伊正做一个领导一间大公司的即个 CEO， 表示讲台湾人真够教囝读册，但是要互伊发展出伊家己上好的天赋，咱台湾人较无咧注意遮。犹太人的教育观，咱几项来学习啦吼。对这经文对这故事所学习到，第一，因足重视读册，足重视读册，所以因是终身读迄个托拉，就是我讲的上帝律法。伊无甲当作这圣经，这大人去读落，囡仔就开始读，囡仔就读圣经背圣经。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古早话讲吼。人袂当只干那靠面包换地，足侪人若较现实的人讲，你无面包哪会活？毋是，伊是讲面包是肉体的活，但生命迄个精神的活更较重要。所以犹太人讲称作是册的民族啦，因为囡仔伊读的第一本册，也是终身咧读的，就是上帝智慧的册，就是托拉，也是讲摩西五经是因上基本的经典，然后发展出来，才会有关甲托拉有关系吼。有人统计讲，以色列人14岁以上的国民，平均1个月读1本册。因家己拥有的册，逐个人平均读的册，拢是世界第1名就对。所以因有小故事咧讲起着，迄个爸母安怎教囡仔爱要读册，想要读册讲迄小故事，讲囡仔小可捌代志，就像拄则，出来头前咧唱歌，这小朋友足细汉这因就开始读圣经读塔木德伊咱怎呢？雕工用一个足趣味的动作，就是伫迄个律法册顶悬滴几滴蜜滴几滴蜜。互囡仔讲，你甲试看嘛，试看嘛。囡仔讲，足甜呢，迄蜜足甜呢。就是要教囡仔因哥在试问的时阵讲，介先册就是甜的啦，我都爱定来显就对啦用迄个蜜互因去感受到册是甜的印象，感受到讲读册是真快乐的代志。这是犹太人。兄弟姊妹，咱今日面临着一个电子的时代兄弟姊妹，你有去想到讲，我要安怎互我的囡仔，伊欢喜读册无？咱像咱的总会有出一套，几10本，迄个叫做迄个读本啦。就是讲画图画足水，册足大本真好看，互囡仔去小小的脑筋的中间去看迄个图，用迄个字来思想，毋是一个直接影像的刺激安尼定。第二项，因足重视囡仔的独立的思考，爱问问题就对了，爱问问题。所以，这个教育观念甲咱台湾社会有真特别的无相共，因为就是要互囡仔勇敢表达家己的想法，而且用阮你挑战权威啦。咱台湾人从早咱拢知影讲，囡仔人安那有耳无喙，你著照听就对，毋通阁讲有诶无诶。若愈差诶囡仔老师拍诶分数愈歹啦。若点足乖目睭紧看老师诶分数加足侪分。
咱看起来嘛无啥物唔对啊，但是对犹太人的观念，感觉讲安尼是咧压抑伊的学习，因为伊的读壳无咧叮当。老师讲即度即两就两，啊，牧师一个经验足侪，因为我若咧上课的时阵我足认真写笔记啊，足侪人咧抄牧师的笔记啊。但是我后来发现讲吼，抄的吼，怎袂记去啊？敢若抄伫册呢啦，无抄伫遮来啦。所以抄写了真好，无毋对，但是你安怎思考老师讲的，你有啥物问题要甲伊问哦？犹太人伊讲用阮挑战权威，足介意讲对话啦、辩论啦、想法，遐概念的冲突就对啦吼。有一个小小的例，伊咧讲台湾的妈妈，逐摆囡仔啦倒来厝，你会问伊两句话，一句话讲，你今日去学校学着啥？哪会当讲足多，你就感觉足欢喜啊，对毋对？佮问讲，你今日考几分？吼，定定，迄成绩单啦，伤少分，拢毋敢互爸母看。但是呢，犹太人伫甲伊的妈妈，因的妈妈咧问这个囡仔，伊是问一句话讲：囡仔，你今仔日伫学校吼，问老师啥物问题？你甲老师问啥物问题？伊重视的是这，毋是你学着偌济。因为感觉讲，思考是对怀疑甲问题所造成的。就是如果我要找一个人讲代志，我先想讲，我要是要甲问啥货吼，要甲伊论啦。若讲干那听伊讲就煞啊，但是我是讲要问看即个人是我尊敬的人也好，还是讲我要甲伊挑战的人，我来想足多，毋得会当应答伊的问题，会当甲伊有一个对话安尼吼。所以刺激囡仔来问思考，问题来得到答案。所以因伫学校过程中间，拢是伫鼓励安尼。而且儒教问，儒教当然毋是阮安尼发脾气的问啦吼，是足有意思的问安尼。而且因嘛足注重多方面的尝试吼，发明、创作甲实作性。意思讲吼，对细汉囡仔开始，伊就引带儿童做实验，来学实作就对啦。互囡仔学习家己动手找答案吼。即个咱拄仔讲咧苏之峰啊，伊讲伊即老爸讲伊囡仔的时阵吼，较幼稚园开始吼，伊就买一寡玩具，买一寡物件，互即个查某囡仔吼去甲拆起来、拔起来，拔起来斗袂起来啊！伊无甘骂讲囡仔人吼手遐尼尖，这偌侪钱买的呢？伊搁去买较好的互伊拆。讲即个苏之峰细汉就去变这有诶无诶，要甲一个物件拆去，搁甲斗起来，啥会安尼设计？所以莫怪伊细汉就接受到即款敢尝试的对啦吼。对遐开始。第四项是看当囡仔会晓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失败甲挫折，乐观的态度，失败无啥物通奇怪的啦。所以犹太人呢，足爱鼓励伊的囡仔吼，互伊袂感觉失志。袂感觉讲我逐项拢歹，逐项拢毋对。咱拢知影吼，即个犹太人迄出名的即个爱因斯坦，细汉的时阵因为伊的想法甲一般人无相共。爱迪生嘛共款。爸母拢甲伊讲，迄个老师甲伊讲，即个囡仔吼，我教无好，即个无路用啊。你着准备看，互伊送去启智学校啊，是安怎？但是即个妈妈对别人讲，对伊的囝讲，你足特别的，比任何人搁较有特色，做你甲拍拼落去。所以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个人，就是因为爸母看较伊家己囡仔的潜力，无甲伊安尼甲一般的观念甲伊拍落，所以将来成做一个安尼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贡献遐大的人。所以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的失败，而且伊鼓励囡仔，你爱为着家己的代志来负责，你家己的道路你家己负责，因为迄是你人生的路，毋是爸母要甲你带。所以这拢是犹太人对这塔木的这款的观念所来。而且因为犹太人拄仔讲的讲，即清当拢是伫迄个亡国的时代嘛，所以呢，因就一直学习伫第一时间有效率、全盘的思考，伊毋是敢若想一项尔，是全盘的思考来行动。犹太人当伊面对着无确定性吼，意思讲啥物准备
要变换，你遮带的落去，袂拢唔知影。啊，所以伫变动个也未局势，啊真困难，拢时时咧处理啦。最后有几项犹太人教导细囝真水的学习，通对圣经领受着真重要。拄则咱讲着，因为无确定性，所以因足重视父母就是儿女上好的老师。拄则讲有时学校会会停止哦，吼啊，你甚至教堂嘛会受毁坏呢。啊，但是若有家庭，这个教育就会继续。所以父母从囡仔出世就是担负着这款的责任，因为数千年颠沛流离啊，居有定所啊，足重视家庭教育啊，所以教会学校破坏啊，若有家庭的所在就有教育吼。啊，所以拄则有讲，拄则咱有讲就讲啊，你都爱重视这智慧啦，吼，重视这智慧啊，就唔通买，就买智慧假是真理安尼。啊，所以就捌讲起着一个小故事，真趣味，就是智慧才是真正的财富。老母，这个头目就来了一个小故事，讲老母问囝，讲囝，我甲你问吼，假使若有一天，啊，咱这厝烧去啊，啊，财产嘛，互人抢了了啊，啊，你想要带要带什么物件走啊？你感觉什么物件带走？你是上宝贵的。啊，拢嘛定会拢会问这个问题，啊，比如讲，啊，我去到一个小岛，啊，你感觉什么物件是上重要？啊，你人生最后一日，你是要做啥代志？拢会有这款问题啦，吼。啊，伊咧甲囡仔对话中间，伊甲囝安尼讲，讲囡仔，你要带走的，毋是钱财，是智慧。智慧是任何人拢抢袂走的，只要你活着，智慧就对你行，是毋是安尼？有真侪人一生可能真风光哦，吼。但是时代一个社会变化，像即个疫情吼，啊3冬真侪的企业、真侪事业讲倒就倒，有迄个大头家吼去街头咧做游民呢，啊要安怎？因为迄个物件要有要滴的，要无去，就是一瞬间的尔。伊讲干那智慧是摕袂走的。拄则咱有讲起着用鼓励话代替责骂吼，啊咱知影讲爱因斯坦，伊互老师放弃啊。我讲啊，这个囡仔我无法度人好教，但是老母甲伊讲，毋免担心，你无需要甲别人共款啊咧。兄弟妹，这个拢是咱通对塔木的，啊，佮伊的原起头，咱对拄啊圣经节所领受到的，讲听叹你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啊，你毋通看轻伊。兄弟妹，有影苏之峰真出名，真强，互咱感觉真新鲜。伊老爸用塔木的概念来教囡仔。但是我感觉讲更较宝贵的是，你甲这个美好的教养的知识，甲圣经相结连，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迄则经节，伊讲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就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就注意看我的道路。咱虽然伫家庭吼，咱无亲像犹太人迄款遮尔好的传统，几千年的传统，咱爱细囝要哪甲教，要哪迄个，咱有一个概念。但是真宝贵，就是咱富强教会，咱真重视儿童的主日学，咱真重视青少年的时间。你若想讲啊，我的囡仔要哪互伊伫细汉的时阵就得到一款信仰的栽培，咱家庭袂使讲哇，我拢无要插，就互教会，毋是，是你会通甲教会来相配合，互你的细囝伫即个亲像即个犹太人因伫教会伫会堂成长的共款背景，啊，基督徒会当学习着圣经教导囝子的方式。我相信你会亲像即个圣经在讲啊，即个老爸是大欢喜大快乐的，因为你是生着一个智慧的囝。智慧的囝，咱较惯势讲啊，阮即个囝足才情的吼，啊，阮即个囝足够趁钱的。但是你爱上界欢喜的是讲，我生着一个智慧的囝，啊，这智慧是对上帝所来。兄弟姊妹，用即个咱伫爸爸节来三甲来勉励三甲来学习，咱要来研究圣诗，啊，来做咱的公道的备班。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啊，咱
来吟全首坐咧吟吼。对主的人有幸福，我真有上真快乐。但是天下乐音心，满是平安的第一。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条大欢喜，天了主恩通帮你，主的快乐，永远他的主快乐。第二章，对主的人有幸福，卡呀苦汤的快乐。地主福音入我心，吹袂尽的归声音。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条大欢喜，去了主恩通帮你，主的快乐，永远他的主快乐。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山路，那对耶稣的脚步，为的主甲咱带路，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条大欢喜，为了主恩通帮你，主的快乐，永远他的主快乐。即位咱为着几项事三甲来公道。第一项，咱通过拄则所领受圣经美好的教示，咱伫主的面前，甲主祈祷讲主啊，互每一个爸爸，因为有正直的囝儿、智慧的囝儿来喜乐。这个家庭因为安尼来亲像这个橄榄栽，围围伫迄个美好的道，上帝祝福伫每一个家庭的中间。也互咱因为有圣经的智慧来教导细囝，互因一生行伫恩典的道路。第二项，咱为着教会伫这个热天暑期真侪主日学青少年的事工，也咱后礼拜要举行庆祝47周年的这个感恩聚会，求上帝互咱的教会真侪上帝所下意、伊所听、所恩典、所命定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上帝所下用的器具。第三，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求圣神亲自来引带医治，互咱这个病痛中的兄弟得到上帝恩待甲保守，无论是伫病院的静养，还是伫厝内的静养，特别有拄到癌细胞的这个搅扰的，求上帝大大来洁净甲医治。为着你所认捌的亲人兄弟，特别咱厝内的爸爸来献上感谢，咱这个事，咱大家同心开声来祈祷。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施恩赐福，因此阮所做的工，多来用你的生命，把你的疼痛甲恩典赐我满满。伫阮正来中间，阮求圣神亲自高我，甲扶持，愿上帝的圣神亲自做工，甲引带阮，成做一个照圣经的教示有智慧正直的囝儿的家庭亲像
囝儿亲像橄榄栽，围垒伫主的道，这是上帝美好祝福的家庭。主啊，阮为着白天中兄这祈祷，为着教会所推动的圣工来祈祷。后礼拜的这个周年庆，阮一切拢推动顺遂，感谢罗你。现在主啊，上帝感谢你，通过这个爸爸节的庆祝，我搁一遍来思考圣经，来指导阮，要成做一个喜乐的爸爸。有大大恩典的爸爸，这款美好的假使，就是互圣经的话、圣经的假使，真侪阮一生的尊敬。主求你将这款的智慧甲开力赏赐伫每一个家庭中间，特别伫爸爸的身上。主，阮也将暑期阮所推动各种的圣工、儿童、青少年，以及阮周年庆的圣工交托主，愿圣神亲自带领甲引带。阮所做的工荣耀你的性命，也将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上帝你的圣手，求你施了你的怜悯、医治甲透放，互阮每一个家庭拢享受到上帝美好恩典甲祝福。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按这位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来报告，伫报告之前，按这位来读本月经句，来按这位用台语来读。温和的应答，互受气煞；视察的话，记起受气。箴言15章第1节，这是来报告按现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书会是陈佑长老，其他服侍同工，按特地来注意。按现规按的第4页，集体交通的部分。这礼拜是按的父亲节感恩礼拜，嘛特别为着按教会老爸做老爸而且会友，按为着来关心大道，按。接续嘛，为着按今日出世的父亲有一个礼券吼，按教会遮有一个礼券。第二就是按后礼拜8月13，吼，下晡
下晝9點，有47周年的感恩禮拜，甲安尼聖餐甲洗禮。哦，請大家注意，咱甲一堂是9點，下晝9點開始。聖歌隊甲安尼管弦樂團嘛會做伙來獻詩甲服侍吼。重要的是，咱後禮拜有9位的洗禮，甲安尼信用個別甲小兒洗禮，總共有9位吼。咱嘛為着安尼後禮拜的感恩禮拜，甲遮個洗禮，咱做伙來代禱。另外第3點就是咱的第6期的幸福小組吼。咱對今日開始到9月9號，咱會開始做 best 的邀請，來籌組咱的服侍同工的團隊吼。所以咱嘛為着邀請咱濟未信主的 best 來認捌主，這個重要的事工，咱做伙來代禱。咱若有確定咱的服侍名單吼，嘛向咱辦公室吼秀婉幹事遮來登記吼，安尼做伙來有備安尼教材吼。第4點就是咱的代禱團的消息，咱第47期就是9月到12月，吼，安尼中保帶導的服侍的團隊開始來報名吼，咱嘛伫8月20，吼。咱中保帶導團的團長哦，安尼慈寶老師伊才嘛來做一個服侍的見證。伫9月3號安尼舉行安尼中保代禱同工的彩排禮吼，所以嘛為着即個重要的事工來代禱。第5就是咱8月6號、13號，咱有安尼領袖學校的訓練吼，請大家注意嘛，為着即個事工代禱吼。第6點，安尼獎學金的申請哦，對今日開始，吼，到安尼9月10號截止吼，所以安尼有符合資格，才會當向咱的辦公室遮來做申請吼。等下聚會說，咱有一個慶生會，吼，請大家嘛留步吼。第8點有一個歡喜的消息，安尼本會瑞平牧師，吼，離安尼8月19吼，拜六下晡2點哩，安尼本會來舉行婚禮吼。嘛特別為這個事情來代禱嘛歡喜。婚禮說安尼教育中心的地下室叫一個自助餐的部分吼。來看安尼其他的訓練，包含安尼理財有道，那安尼哀傷陪伴吼，大家嘛會當來關心咱教會真濟事工吼。安尼獻歸安尼第6頁，吼。牧區甲團契的消息吼，松年團契裡按後禮拜有信昌長老的信仰的分享吼。以下按請牧師來做一個補充報告。各位兄弟吼，我來即個介紹新朋友，介紹了，咱就要請咱的即個青少年是無代表，有滿足長老帶領吼，咱要發一個小小的禮物來吼，這個爸爸吼，所以這個爸爸準備吼。咱來領即個禮物。我來介紹吼，今仔日足特別哦，有咱即個正正吼，正正咱的青年開始去神學院開始咧讀迄個暑假的語言吼，語言就是希臘文、希伯來文吼。所以哦，今仔日呢，安尼專工帶伊的同學，大家開始要入學的同學來咱中間。我來介紹一個哦吼，即個名有伫遮吼，即個。郭蘭紅個太太是賴偉玲是無？來徛起來，歡迎來，歡迎。個姐姐郭怡君，好，來3個哈，好歡迎，好。過來歡迎哈，咱佇即個蔡瑞詩同學哈，是家己過高教會瑞詩是無？蔡瑞詩對吧？哎呀，是嘞，這個等下要研究一下，詩甲恩看袂出來。這個蔡瑞恩哦，迄個恩才對哈。伊是家己的過高教會是無？好來，過來一位哇，專工對足遠的來所在來，南嶼東清教會夏曼加拉木，夏曼加拉木，歡迎你哈。即個咱師大家足欣羨的所在，毋過逐擺風台攏先透着風台吼，希望一切都很順利平安。還有，佫一位是咱宜蘭教會出身啦吼，李
李怡山，哎，欢迎你，欢迎你。啊，这拢是咱正正的同学啦吼，伊真高呢哦，来读册了，随甲同我带伫咱教会来啊。啊，咱台南的新人伊伫咱遮尔吼，啊，所真侪大家在年级，咱教会出身的同工，啊，拢会足欢喜招因来吼。我想招因来吼，毋是简单的事咧吼，表示讲咱的青年对咱教会真有信心，毋得敢带人来安尼吼，对无？若无信心，讲啊，你去北京啦，莫来啊！啊，这是咱的一个稳定啦吼，啊，希望恁无实习，也是讲无特别转去故乡，欢迎你来啊福强教会吼，啊，阮会好好甲恁交代啦吼。过来有一位是陈宏硕弟兄，欢迎你，洪硕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来吼。啊，过来是咱搁一边欢迎咱做伫落的查某囝人梅啊，志昂啊，跟两个囝儿都倒来，哎，暑假搁倒来欢迎起来，我们欢迎你，来在这边欢迎你们2个小朋友，哈哈哈。啊，其实嘿都有真济吼。我本来是来说讲人梅倒来就好，因全家搁倒来，安尼表示吼，一个暑假走2遍吼，安尼即嘛咱台湾甲美国的飞机拢足顺的啦吼，随时会当出入。啊，足欢喜，我想满足得到上欢喜啦吼，家庭团圆安尼。好，这个时阵吼，牧师要做补充报告，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咱请咱遮的爸爸拢起立好无？哎，遮的爸爸吼，啊你免客气啊，咱的青年要分一个小小的红包，楼顶也是哦。吼，咱爸爸拢徛起来，啊，咱分互你遮济咧，就知影讲你有摕到无吼。来，遮的做爸爸，人客嘛算在内，人客嘛算啊摕到会当请坐吼。啊，一个小小的礼券，啊，互你买你爱用的、爱食的吼，多谢。感谢吼，咱搁一遍甲这个爸爸鼓励拍拍一个。楼顶改成较少人的款，楼顶较少人吼，才摕到才坐落后吼，啊，恭喜！啊，咱的青年吼，楼顶也有一个爸爸伫遮哦吼，楼顶也一个吼。好，啊，恁慢慢来发，啊，摕到较济咧，啊，若无摕到热手一个啊，无需来做，搁几项的补充啦吼。咱下昼啊点半就随时要进行这个领袖学校的上课，啊，咱请这个这个有爱餐团队吼，爱餐团队哦，谢谢，爱餐团队吼，咱11点半以前啊，小可甲整理吼，恢复起来要做即个上课的所在的录音啦吼，啊，咱后礼拜咱请小会员吼，伫即个下晡5点都要来吼，来甲遮个学员来勉励吼，也后礼拜洗礼式吼，请会记咱为着2场合作会，啊，所以咱就无8点40开始哦，用9点来开始，啊，互遐第2场的人袂遐赶安尼吼，啊，这咱大家拢有习惯啊啦吼，真正咱真感谢主啦，咱的瑞平牧师吼，要升级啊吼，要结婚，啊，咱迄天望大家较招运的拢来甲祝福，好像第2遍的就任典礼安尼啦吼，即马加一位啊吼，安尼搁较健全吼，啊，咱为着瑞平牧师建立家庭，啊，为着素龙长老的家庭来献上祝福关心吼，啊，搁一遍甲咱提醒哦吼，后礼拜因为周年庆，啊，所以咱的爱餐暂停啦吼，啊，咱的即个心灵转角吼，拜六真好通利用的时阵吼，欢迎大家招较侪人来参加吼，啊，伫迄个所在领受到一个美好的时刻，特别要传福音吼，啊，要分享哦，真好吼。啊，咱小等的礼拜三有一个即个庆祝生日啦吼，的祝福，啊，咱请暂停几分钟吼，啊，咱请同工来准备即个鸡卵糕，啊，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上音会场者起立来因上音的诗歌，4448首关注恁爱，甲你同在，上音煞请牧师来做导。关注后你信心。
像长老我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再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祝福，甲所有的爸爸三甲同在，享受因智慧、信心、快乐、蒙福的老爸，成做家庭的祝福。也愿主三位一体上帝甲阮众人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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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别倒。走到了后，咱就要来敬圣会吼。感谢主，咱8月份的这个受请吼。拢总有7、80位啦吼，咱即顺要请这8月份的受请生日的请徛起来好无？我甲你唱生日快乐歌。来，祝你生日快乐！咱要请正号执事，等下来分蜡烛哦。祝你生日快！英文的，嗨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咱只接落技术代表来分蜡烛，来拍拍啊，鼓励来咱来为着这个受请做祝福，咱才来结束。主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8月份一个温暖的日子，你赏赐阮。伫周报遮几10位的受请，求你互因领受到上帝温暖甲疼，你的祝福，也赏赐智慧甲快乐伫因的身上，互因通过亲人、朋友、家庭的生日的祝福，带来因更较大属灵的快乐、恩典，也互因伫身体健康、家庭、婚姻以及所有的事业工作，拢大大蒙恩典，也互因成做一个活出基督款式的人，到为主来做见证。主，阮感谢你，今仔日也有足侪位新人院新的学生来到阮中间，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因此期要有几啊冬伫新人院的研究甲学习，求上帝加添智慧伫因身上，互因知影。服侍你的道路是上帝恩典甲祝福的道路，也是这个甘甜的道路。一切艰难，上帝亲自甲因排除，也互因领受这款属灵的快乐，这个呼召甲使命，为主做见证。感谢主你赐福恩典，搁一遍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主你的圣手，愿你的保守甲看顾，引带阮头前的脚步。阮要离开，转去到厝，求你带领阮一路拢平安。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甲隔壁平安，愿你平安，多谢。